溫莎大廈現時嘅皇室堡狐仙事件係1983年香港轟動一時嘅都市傳說。傳聞當時地下大堂雲石牆壁浮現狐狸紋理，並顯現多個狐狸頭嘅圖案。大狐狸旁邊甚至有小狐狸嘅圖紋，而且日漸清晰。狐仙事件並與一宗嬰兒在酒樓擺滿月酒後離奇死亡嘅事故有相關聯。傳說是一對夫婦在溫莎大廈頂層酒樓為嬰兒擺滿月酒後，晚上夢見紅眼尖牙嘅狐狸害死嬰兒，醒來發現嬰兒猝死，事件被傳為狐仙作祟。亦有傳聞有人請道士到場作法，將狐仙封印並將其帶走，甚至有傳該處曾有天台兒童遊樂場，係為咗安撫死難嘅小朋友靈。事件引發媒體炒作，每日吸引大量群眾圍觀，最終業主將該雲石拆除，傳聞先至告一段落。溫莎大廈事件同埋八仙飯店等案例被列為香港80年代嘅著名都市傳說，亦都有傳周星馳電影國產007商場打劫一幕作為背景。唔知大家對於狐仙事件有冇印象呢？亦都有冇聽過呢個都市傳聞呢？請大家喺留言區留言啦！請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